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，主题是主人、主旨、黄九歌，谈论谁是九人掌政天下的事心得。同时讲研究业长给不了的往事。嘅课文呢，一字一语用客家实验法对照录音。第17篇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共下研究客家白话文。台湾呢，同大家报告不同白话文啊，白话语文的特点就是讲啊，不同族群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语同文嘅出现，安尼哈。所以讲啊，一个白话文同一般的语文冇相同。话讲。一个叫人，话讲叫人啊，一个主旨，就讲哎阿叫哥要在屋下望，门要开，让无通到欣赏咯。叫我就讲要啦，爱在屋下，无在屋当风啦，就这个阿叫哥。就是按道理，屋下同屋家唔係相同下，見人係主人，有掌政管天下，讓單人獨馬，有作個法律逼迫安將來呀，有何歸事呢？主旨，那個韓河講，輪到。領導愛掌政管天下，絕對有慢慢咯，搞到日夜不安不寧。我來強講，唔係愛嘅先輩，去年呢隨時叫人來強講掌政呢有量，唔讓大人叫立嘅喏。俗語所講，不猜其位，不問其真。大人叫立嘅，我唔會按多事，唔會按亂講話。所以我大人最立嘅，我補充我自家。總之講莫按呢啦。針對絕對有嘅問題，同我講超好嘅啦。叫個就講好啦，我將叫那邊下來講叫先本做得參考冇，人講叫實糯米冇變，確實有樣，相信絕對有嘅性格有咩係相同，就是講好啦，就講一個叫先好嘅。就拜託，講叫先本來做參考。人講啊，一理出大萬理通哦，嘿嘿，有咩有道理？叫個就講哦，叫先啊，總開加起來有12種，哪12種咯？第一個是呼叫，最後尚有一條絲。同主人共下去打獵、打山豬，市長啊，做米來熬碗，然後主人來開槍打山豬，主人得功，叫嘅就得利，嘿，聰明，主旨就安尼講哦。叫我講啊，天意按照4種叫，最後上2條絲。面試批公下8事情，同主人去打獵，唔知上司出來牽住山豬頭，3本山豬嘅口角牙，忽拉到肚腸塞滿添，當場顯示唔是叫，也唔是親，惡意嘅，主旨就講啊。也就是俗語所講哦，4種總是哦，
主人损失公路，各位都显示也还唔得咧。叫我要讲天神得叫嘅咯，我頭上叫。最後上神表示，同主人強嗌去打獵，好配唔配lâm上配，許主人兩手兩條空手龜，冇達到班長。人客來時冇吹聲，叫佢將叫佢吃下來無頭中，叫肉一熟一有補，使得心頭小窩窩。主子講啊，無功不輸祿，有祿不輸功，冇叫佢因困屬主人家中，總有一日會本主人落鑊，做唔得咧。第四隻叫佢咯，都係冇叫佢。最後上嘅長短時哦，上來四隻唔同人來比，凡事不做不請英雄，主人看呢傷心又奈何，又一樣嘅咯。主子講啊，等待日後個屁事啊，將來買片了頭等待伊。天嘅咯，叫我講啊，天嘅就係石頭叫，上來投撇好用上，唔會有錢價位，主人石頭也結實啊，拍命潮起時，該當盡樣哦。就講啊，先到打獵危險時啊，愛用嘢時間。詐死中上中下，誤了時機哦，石頭叫假英雄，我開始主意咯。第六個咯，叫我就講哦，一個不裝叫，有那個冇叫，有屋唔裝，有地方好水唔水啊，偏偏水彩路江嘅行，人腳。一眼主冇看到，一草一盆，好人想去念老王嘅這個報道。主子就講啊，真係唔識時務嘅太戇叫，結果按再講第七個叫嘅咯，那不數叫，一個不數叫就帶水人嘅意思啊。不敵事物，不顯地方，偏偏仆家水彩賭博嘅作腳下，好人連連病從12敗，輸博嘅人千算萬算，必天有人言，膽頭一看，原來作腳下有一隻太難事叫。可以輸嘅不少，腳尖一踢啦，一收起啊，就勁棍派一路走，後腳險彈兩節，一個賭博嘅人有限講哦，伊向太上講啊，立法院最新立法通過嘅法案最頭條，就係輸博嘅人。打死人冇吹啊！啊，啲主子咁樣講啊，豈此理！已經公投通過限制反對，立法院又唔咁樣，此立輸博嘅人啊，打死人冇吹，哪有安尼嘅道理咯？結果就講啊，第八咧就係龍時叫。體態糾結的影響，主人心思通盤到底，三餐肉氣插車了喎，南上南下服侍而要，也就係那龍時叫，就繼續講啊，怪唔得，有人吐痰講，
富贵人家当过一个贫穷人家子啊，也就会讲啊，富贵人家的叫呀，养过贫穷人家嘅子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第九个呢，乜嘅叫啊？过毛叫啊，蘑菇叫，蘑菇叫。事态俗事当了嘅，不必开再多嘴讲。那系疗愈发现啊，最白开口夹落去啊，突然间，也就是蘑菇叫。主旨有讲哦，思想方面最强要，内部行事无人知啊。结果佢仔讲哦，有咧含有一只叫嘅，田皮叫，田皮叫，派二派，他家派，那系无派为过毛切胎，凡事田熟无唔错啊，也就会讲田皮叫。时常做人有时就有冇一田皮叫。如此讲啊，那些古到单挑来过创啊，无人会说而改坏，所以要做田皮叫。第11个呢，不如叫，全身烂白的毛落青青，皮痒肉痒穷春来，耳朵出头出来摸。金毛金羊拍命毛，皮烂肉烂长滋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万人讲义莫尊敬嘅事好做咯，确实系两手了条嘅难事叫啊。第12个叫嘅呢，就按到乜嘅叫啊？点叫，嗰個狂風快點是好協啊！只有點叫咬到無約意，沙沙講義人人沙麼？那係唔三，必咬到，只有拖攤，有人為安衰。主旨講，無惡不作，無惡不作，橫打出歌。他家講義嘅睇點叫，實在得人講。好，接下來，我哋嚟講解報了。點叫入狀嘅沖茶路就入解不了狀，仲入爽解不了狀，連我接到牛爽嘅3萬人。也接頭都所講嘅嚇，也佢就係發生在民國39年嘅時間，叫我講啊，主旨唔要唔對哦，解不了狀在民國40年左右有一日啦，有一隻含有點叫片嘅叫嘅，中茶路。一時路向不明，直接來到雙結不了狀。一入狀，種種嘅叫群披到叫面是無相同，就金派，總頭嘅林相主人也挺出來看，林相主人也無來主動一個。哭出來嘅叫嘅叫群，顛倒拿石頭來接義，一個點叫就從前向義嘅思想伸一口，就落面出下向東走，嘅叫群再來吵，腳過來嘛，有叫群看到。上面不熟，先也主人嘅別人同主人來先一口氣，爭一口氣，
为了保守富足，也就加强马力超级过了。有脚到嘛？主旨就么？有脚到嘛？冇脚到。电九仅仅作为太阳石油400公尺嘅2吨太足呢，足脚下转摆一下，忙地太呢做北片吹来一层又一层走上九马尾嘅香水味，有搭传来过呢声音。过呢声音，这个就是叫马尾来造成嘅叫智商啦。主旨有讲哦，这时节电叫嘅心情、表情有样板啦。结果就讲哦，色彩哦，就像唔等珠类嘅劈口一样。当吃过，心情当欢喜，气氛也是不一样。气氛改好，马上将作业一拍，拍起来就像个庄家喜庆叫子的。主旨讲啊，有签到冇？签是有签到。毋过当两下点脚血米求爱嘅时节，主旨主人啊，傻逼人太卡巴，中国了爱带特叫开电叫句诶，样板我安尼答应咯，那挨呢结果都讲挨来为滴，可能系看到电叫带片。年年有些杂，品种唔冇，来局散也个事情啦。所以是机会就一个机会出本，一个总想应该用太卡吧，有来盘，有盘到嘛？嘿嘿，盘是冇盘到，好彩电叫晓得三，唔过一只。电叫本人一打落，又用脚尖收过来，一时怒气冲天，反向电到向市长啊，叫住主人嘅脚盘太后咬过去，电叫又将叫住主人嘅。脚盘咬到冇呢？主旨安尼问，咬是有咬到，并马上翻头都见走，唔知太空也系时间啊！电叫也走向哪里去呢？多了面，电叫走向走出来以后，马上左转向东走。走到壮面太准，又走条马路，只好挖转来。一批保证相撞的从国家来了门路，主旨讲错过保证白客是付人家为一甲，10甲为一步，相当那里现在的里长白。向保证门路按啦，一天之地，结果又讲哦，按年后果，当电叫一入到河塘，保证白，有看人手苏拿人太强嘅，唔知好意也系坏意，我嚟靠电叫。电叫一时心中太乱，就先下手为强，一戳过去，市长啊拿起个树来树盘咬落去，
翻头就推出了也佛法。典教让位按讲是翻头就走咯，结果就讲自己唔有唔对哦。这世界畜生的人排上一喊一喊，鬼火王的人必定胆干。太古呢，话路等等，大家吵出来，自己讲系哦，安尼莫走，人杀一个啊，一天为本人后事的莫等差，典叫本众人一吵，一时强将走入对面阿老伯嘅阻拦下，想爱变放起来。忙地沙网络时光，是网络本高的地图里，莫从是沙本人上后事，并将点狗的尸体拖出来，依照风俗跳落在太阿老伯墓碑嘅太尊巷，准备本水大道。你讲啊，一个很有心土的良心。你讲啊，狗是冰水流，猫是掉树头，点狗实在爱在吹过。本人上后事，不过本点狗咬到的三煞有样的安全嘛。很好讲，本田叫咬到莫约意啊！一三三莫一叫就本一个就电片发作过身呢。同时，一个叫为咬人嘅案件，政府抵达了以后，马上组织大狗队，将结不了庄内嘅狗诶。全部上后事，并将狗面割下来，包装一个做业绩，结果同主角好家产，也下科技发达，政府对人与各种动物都有完全的防护与医疗。以上就是讲啊，一个组织拜访狗国，随时狗人壮壮天下嘅心得一起，点狗业嘅不了装嘅过去往事，在民国40年左右嘅一时一语对阮来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。以上希望大家感谢你。另外呢，一个课文地图里嘅诗语啊，用最讲嘅就系语，用我主看的呢就是语啊。唔第一时间啦，请看本篇客家诗人强嘅语文的主解，也强呢有57个词句，希望大家共同来推广客家白话语文啊，让佢讲就让佢写。以上希望大家感谢你。希望按自西要中意请分享，还爱拜托大家，可以再讲客话，传承客文化。